全国的中小学原底是今仔日要开学，也毋过为着即个新春连假的安排，所以今仔日的课是刷到拜六去上。面对明仔载第一天上课，有家长讲，即2天有互因的囡仔较早困、较早起来，要甲开学的心态调整好势。今仔日好天烧落，台北市立动物园9点开园，有袂少家长阿公阿嬷带囡仔来佚佗。不过，其实今仔日是全国中小学休寒开学的日子。想说最后一天，那我们赶快玩一玩，他明天就好好收心这样。今天开学，明天上课。高中、国中、国小原底是定伫咧2月12拜1要开学，为着要配合家长17拜6要补班，教育部才会延后第2学期到明仔载16才开始上课。加工17做伙补班，互家长甲囡仔会当做伙出门。一个休寒包含过年，拢总休27天。寒假作业都写完了吗？写完了，我要写寒假作业，先出来玩一下。明天爬得起来吗？爬得起来，爬得起来。明天要几点起床6点。明仔载就要开始上课啊！有家长搁咧赶囡仔，较紧甲功课写好了，也搁爱调整困甲起床的时间。有小学的校长是讲，为着要因应开学症候群，第一礼拜拢会加安排活动。小朋友他们几乎都会睡比较晚，难免会有下床气呀，所以要想一些活动让他们做一些收心这样子。新的学期开始，辅导管教办法的注意事项，甲校安检查的新制嘛正式来实施。教育部强调，为着要维持教学秩序甲教育活动，老师若对学生有部分强制措施，毋过毋是不当管教，就要处罚，嘛袂去影响到考绩，互老师有合理的管教权。记者台北报道。